感谢主，我们在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回到教会，回到神的面前来感恩，也来为新的一年献上祈祷，求神带领我们在春节过后每一天的时间都有他美好的保守，上帝的恩典会跟我们同在。我们在领受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因为你赐福给我们，在春节一个礼拜的假期当中，我们领受了美好的时光，我们有亲友一起聚集，一起领受恩典跟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经过这个假期的休息，我们新的一年要开始出发。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能力、智慧，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更加与主接近，走在神恩典的道路。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你来启发我们、启示我们、感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春节开始的礼拜，跟今天结束的这个礼拜，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标杆人生里面的主题。就是敬拜，是我们人生活在人生的这个标杆人生当中，第一个被神所祝福的一个人生目的，就是敬拜神。那我们之前已经用很多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这个敬拜，基督徒的敬拜是一定要脱离这个有形的这个敬拜礼拜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的敬拜，而是把这个礼拜的范畴扩展到整个生命，扩展到整个人生。我们上一次曾经提起过说，一个蒙神喜悦的敬拜，我们是从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跟主耶稣谈话的过程去领略到，主耶稣他点出了敬拜神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点就是，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的身上，而是心灵跟诚实跟神的对立，那个就是最重要的敬拜的一个思考。然后我们也从挪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得神的喜悦，然后被神所拯救的生命，也一起谈到了遵从主的话，让神得到喜悦。我们也谈到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规划遵从，那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也曾提起过，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将你最好的恩赐，你最好的专业，你最好的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个部分就是你敬拜神最美好的礼物。那所以我们从这些理解之后，知道说我们怎么样的生命让神喜悦的，都是敬拜的一部分。你的思考，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我这个是为主而做，为了荣耀神而做。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喜悦吗？这些的部分都是在让神喜悦、敬拜神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些，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让你所做的、所想的，都能够持续跟神连接呢？那个最重要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要先改变我们生命的态度，就是降服。降服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理解降服这个字。所以敬拜的核心是降服。那我们怎么样去看见神给我们这样的指示呢？降服讲起来很简单的但是从这个智慧，就这降服这两个字，从我们的生活的体验，跟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接触，通常是比较负面的，比较消极的，比较退缩的，比较觉得说没有什么积极成果的。那感觉起来好像降服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去理解的那我们知道说，降服跟顺服这个字呢，那我们看到在自尊心上，我们觉得是负面的。
我们讲到降服顺服，都会想到说啊，我屈服了，我失败了，我做生意比不上别人啊，我考试成绩差人家很多，或者说我们在运动比赛啊，再怎么球再怎么打都打输对方，我们就觉得好像很没有面子。台湾的这个运动迷最想要赢韩国，对不对？每一次打球如果输给韩国，就觉得心中很不是滋味，那感觉上好像是输了，就心情很不好啊。那你怎么样讲到说降服呢？降服对我们敬拜有什么关联呢？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克服的，这个心灵的理解。好，那降服上帝反而是相反，跟那个理解、跟我们思考、跟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人生观是相反的，因为这个对上帝的降服，是因为他奇妙的爱、怜悯的自然反应。或者说是我们被吸引了，我们被折服了，被爱所感染，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抗，就愿意接受，这个才是降服最高的目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上常常有关这个降服的一种理解比如说，我们一个尊敬的长辈，也许是你行业的一个长者，他本身有非常包容、怜悯、慈爱的心，或是他的人格、他的风貌，让你觉得就是要跟随的，你会自然愿意跟随他。例如说，我们有一些哲学大师啦、文学大师啦，或是科技的一个大老板你觉得哇，他的才能真的让你折服了。你不会说他又没有给你好的什么礼物啦，或是给你什么样的好处，你愿意跟随他？我相信我们生命中都有那个导师，对不对？你生命的导师，你学校的老师，你一生可能会一直想念着他，也是国小的一个老师，但你愿意臣服在他面前，是因为你觉得他是值得尊敬的，值得学习的。那我们也会让一个人他的一个才能发挥出来，你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人平常很少看到这么样的才能发挥出来，你会觉得被他折服了。我们最近世界很多电视的国家都在一个节目，就是那个才艺的一个表演这个 Got Talent 这种节目到处都有，亚洲也有，美国也有，英国也有。哇，出了很多素人的明星，对不对？他一开口，哇，你不得了，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好像天籁一样，那你就自然会折服了，觉得他的才能才艺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你会对他感到尊敬。有时候我们像春节，你会到很多美好的景色海边也好，山上也好，到花园也好，你会觉得哇，这个美丽的景色让你心中完全的投降了，对不对？太棒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比较。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折服的、有降服的这个部分，只是什么样呢？我们有时候会被某种心态改变，好，那我们对上帝就是这种爱的降服。所以，当我们自己交给上帝，我们不是说好像我信主了有责任，我才要将自己交给上帝，或者说，我逼了一种义务不做不行，是你最高极致是因为爱，你爱上帝，所以你愿意服侍，你因为爱上帝，愿意跟随主的道路，你因为爱上帝给你那么多的爱，你愿意一生走在恩典的道路。所以，我们归结到这个结论就是：将你自己奉献给上帝，那这个敬拜的真谛。将自己奉献，那自己怎么奉献呢？我们就想到了保罗的那个经典的呼召。保罗怎么呼召大家呢？我们就再回到前面的经文他这样子说，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临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
这边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是说，既然上帝这样连续了，换句话说，上帝先把恩典赐福在你身上啊，你亲自领受到那种恩典啊，你才有那种动机要做奉献，不是逼的，不是情势所然，而是你完完全全的心中愿意。第二个是，你把自己是活的祭物。我们通常知道理解献祭是什么意思呢？从亚伯拉罕开始献祭，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把一只羊，或是一头牛，或是一只鹌鹑，或是鸽子，是先杀死的，对不对？然后那个血都流出来了，然后放在祭坛上把它烧掉。但是保罗说，你是把自己活活的，是你还有活跳跳的，是有生命现在上面。好了，他说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所以这个就不是在你这个个体这个个体如果是一头肥牛，或是一只台湾是大猪公，那就是一个祭物而已。但是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那怎么献？他说是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专心侍奉，蒙主喜悦，这个就是最真实的敬拜。其实呢，我们刚刚读了前面那几段经文我们也看到说，保罗在第6章的时候也这样在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像一个从死里被救活起来的人。献上了，不是一个死的，就换句话说，好像已经被丢弃的，已经完全没有生命了，是被活起来的，把整体献给他。这个是保罗对敬拜跟献祭的观念呢。他说：从此你们不再受罪的管辖。换句话说，这个活的献给神，就已经脱离罪的捆绑了。他说不在法律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所以17节这样勉励我们说，感谢上帝，虽然你们曾经是罪的奴仆，现在你们却一心顺从所传授给你们的教训。换句话说，是经过这一个洁净的过程。所以，经这个赦罪的过程，经一个圣洁的过程，然后你这个活的这个祭物，是生命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感谢主。那我们如果再看后面看到保罗这个经典的呼召这个呼召他提到这些话呢，我们会联想到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理解，或我们在灵修当中跟这些有点类似。一个，我们说献身给主，就是保罗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让耶稣居首位，也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就要背十字架跟从我。”哇，这个都是这句话给我们另外一个理解。向自己死，向神来活，也是一种。然后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也是一种。然后。我们记得李登辉前总统，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在他的书或是在他的讲道当中提出一个他创的这个语句，他说：“我不是我的我，不是我的。”他说起来很绕口，对不对？其实他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从圣经里面的话语出来。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主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在长春诗歌里面有这样的诗歌，不是我，而是上帝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我的生命、我的整个行动、我的思考、我的价值观，完全以神为一个根据。那问题在这里，这个理解是一回事，但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或是达到这样的目标，其实我们人是有某些门槛。或是某些障碍在，那最主要的障碍就3种。这个3个障碍阻拦我们完全臣服于上帝，降服于上帝。一个是恐惧，对未来或是对上帝不认识所带来的恐惧；第二个是人自己的骄傲；第3个是因为你有很多事情，也许你的认知或是你的感受或是你的经验，让你感到困惑或是怀疑。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或是我们对神完全降服这些障碍，完全是出于人自己的转做。所以呢，我们会想说，到底上帝是值得依靠的吗？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走前面没有路，后面也没有退路，但是上帝你在哪里啊？你会产生一种惶恐，所以你会觉得我能够信靠上帝。其实恐惧就阻碍了我们降服，但是我们知道，爱能除去一切的恐惧。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因为当爱临到你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些恐惧已经消失了。我们看到小孩为什么在父亲的怀抱里那样的安稳的睡觉，外面可能狂风大作，或外面的声音很吵杂，他能安稳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在爱的里面他也安全。当我们亲自领受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就那些恐惧就除去，你对信靠主就更加添那个力量。因为上帝他不是一种辖制的、一种暴力的、一种威吓的，好像一种制度在辖制你，他不是用暴力来降服人。所以呢，降服也不是束缚，是你真正得到自由。那这个常常跟我们自己的观念产生一种对立。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叫我一个口令的动作，好像比较舒服一点。那突然间，我要依靠神，神要怎么告诉我？其实有时候是你完全神的带领，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你不被制度，不被规章，也不被一些人为的社会制度所捆绑。第二个是骄傲，骄傲是因为人常有的一种心理状态，因为我们常常无法承认自己是受造的，觉得说好像我要超越，人常常想要超越成为神啊。从亚当开始就遇到这样的挑战，后来巴别塔也是这样的挑战。那魔鬼他最聪明，他用这种方法来刺激你，因为人总是连为这个鸡首不为灵后，感觉上走在前头就是好嘛。所以这种心态会造成一种骄傲的心态，其实也是一种自卑的心态。所以呢，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受造物，一直想要成为主导者。那魔鬼撒旦他就会应用这种方法，让你觉得哇，你高高在上。那其实这是魔鬼的诡计，因为当我们发现原来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已经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一个人没有人教你都会有这种观念，就是想要全然掌控钱财、势力、民生地位，这种欲望是天生俱来的，因为是罪的根源，都是在这一些。人的需求也可以是这么想，人的安全感也是这样的，人想要掌握一切，人想要更多，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欲望，它没办法去自然就消失。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人会遇到病痛，我们会觉得好像精神压力大，这些都是源头。一方面它是可以给你一种成就感，但其实有些的时候是压力。所以你知道那个老板呢，或是当公司的老板，或是当那个工厂的老板，他有时候为了员工的生计，为了那个产业的发展，或是为了生意能够推广，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为很多人负责啊。所以不是说做老板都天天快乐，没有，因为他有责任跟压力。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有时候骄傲所带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教派叫宣道会，在香港是很大的教会那台湾好像比较小一点，不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叫做陶树。我们很多人喜欢看他的书，他的书一直在市面上，我们在基督徒的社团还很多人在看他的书。他在芝加哥，然后后来在北美洲牧会，他一方面在牧会，一边是写很多的书，很多灵修的书，有人把他称赞说他是牧师的牧师因为他很多很好的教导。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许多人满有愁苦寻求，但毫无进展，因为还未到尽头。换句话说，好像
不到桥头心不死，或是好像觉得没有到最后哦，不尝试，觉得好像还是一直努力，但后来发现一无所有，因为我们还是仍然想要发号施令，这是人的本性哦。他这样说，意思就是说，反正因为你要掌控，你想要发号施令，你想要继续看还有没有可能，还有没有可能，所以一直掌握住，就阻碍上帝的工作。所以说你不臣服，你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想要达到目标。在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去买什么那个彩券，或是刮刮乐，一张刮了，好像意犹未尽，再刮第二张，你会想说最后一张可能是不是会得奖，对不对？人会被这种方式所卡住了，被掌握住。我们在世俗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要掌控，发现上帝没有位置。那这个桃树故事呢，他就这样提醒我们这样可能在妨碍上帝的工作。所以呢，人的骄傲跟自卑有时候是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你的生活上，我们看不得别人好，哇，觉得谁家的孩子哇书读得那么好，考上第一志愿，什么样都很优秀，你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家都比不上，你开始心中会产生怨怼啦。有时候他有我没有，他开的车比我好，或是他的房子比我漂亮，会产生一种嫉妒、羡慕或是自怜。那这个是人天生来的，没有人教你的。但是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会失去冷静跟理智，然后让撒旦得逞。他会刺激你，他会讲说你就这样嘛，何必呢？慢慢你就被撒旦的陷阱所限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那降服到底在我们生命上怎么样去把它达成？它的真理是什么？它的真理，第一个是遵从，遵从就能表达出降服的道理。降服不是被动屈服、听天由命，而是你愿意摆上，愿意牺牲自己，愿意来改变。当你完全的牺牲摆上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改变了，就是让现状会改变，因为你这个无私的心会感染很多的人。我们看到有时候那个影片、那个短片会一种这样的一种感染力一种感染力，就觉得说我愿意把一切愿意牺牲。前几天看了一个报道，一个文章有意思，他就说美国的一个海关没收了很多那个脚踏车。那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去买好物，对不对？因为那个拍卖的时候便宜，可以捡到好货，就开始卖。哇，很多人都标到很棒的那个脚踏车，很便宜啊。那每一次呢，都有一个小朋友，每一次起标呢就讲5块，那这个人家就是叠他的钱嘛，10块一直买。每次他都讲第一次，这个小朋友每次都讲5块，当然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标的钱太少了。哇，一辆一直卖掉，到最后有一辆，哇，大概是这一次这些货物当中最棒的。但是对这个小孩说，奇怪，他每次都喊5块钱，是喊假的，怎么样？每次都这样子。最后一次，那些拍卖官说好起标，那个小孩也是一样5块这样子。然后，那个拍卖官说还有没有更高价的？当然一定会抢嘛。但竟然没有人再举手说起标。哇，讲了好多次都没有，到最后说3价，好，绝标5块钱。厉害！那个小朋友拿出一个皱皱的5块钱，他身上只有5块钱，但是他希望得到一个脚踏车，但是每一次都起标就5块钱。但是经过几次之后，大家发现说这个小孩很可爱，很单纯，到最后大家产生一种怜悯之心说他这次就让他标大家都不出价，真的5块被这个小朋友骑了这辆漂亮的脚踏车回家。各位弟兄姐妹，因为大家愿意牺牲，是一种心里面发自内心的一种怜悯，
对这个小孩感到一种非常非常的一种乐意成就他。所以呢，这一种爱是出自内心的。我们对神的降服也是这样子。彼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但是他整夜都抓不到鱼。当耶稣碰见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要右边水深之处下。”好，一个人如果一种职业的骄傲，他一定会讲说：“耶稣，你根本没有捕过鱼，你怎么懂呢？”你会马上做一种判断。但是这个时候，彼得就说：“主，你既然说了，我就下。”你知道，这次彼得捕了好多好多的鱼。各位弟兄姐妹，你领受到什么敬拜是让你觉得快乐的敬拜呢？当我们在敬拜赞美唱诗歌的时候，不是你坚持你自己，而是神啊，你的爱那么的美好甘甜，唱出诗歌是唱出我对你的爱。那时候诗歌最好听，因为你不是技巧，也不是用你的方式，而是完全的臣服在主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抓到这种完全的降服的基因，完全降服的喜乐跟平安。所以呢，降服不是软弱，放弃理性，而是这样子，因为你的降服就做出了伟大的事业。我们知道很多历代的圣人对不对？我们历代很多伟大的基督徒，他们不是能力比谁好哦，当然有的是他有很大的能力，没错。很多人是因为他完全的摆上，竟然造成了他一个人不可能达到的事，因为他的感染力让一群人愿意一起做。有人是自己生命得到被神改变，就完全一生顺服神、服侍神。就像刚刚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因为你这个全人活的人，在主面前全心的服侍。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文章，也很感动，就是说在新竹的一个梅花长老教会，那是原住民泰雅族的教会，一个长老叫做吴万惠长老，他本身是一个猎人也是一个猎人，他呢每一天其实半夜大清早就是3点就上山去打猎因为那个在半夜的时候，有些动物还在爱困的时候，很容易抓到，对不对那是猎人的一个本性。然后他到5、6点的时候，他就下山了，带着猎物。但他不是回到家去享受那些猎物，他是先到教会里面来打扫教堂在山上有一些树叶什么东西，他每天去打扫，而且是30、40年都每一天都去所以引起这个记者很大的好奇，说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困难的事，但是天天做就不是简单的事，对不对？而且是恒心的30年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无论是刮风下雨，他只能按照这种方式上山打猎，下山到教会清扫，然后回到家，因为他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他生了一场大病，然后被神所医治。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你怎么样去抓到神跟你真真实实的爱，是明确在你身上显现的，你就会一生成功。不是用脑筋，是生命的经历。他怎么样经历神的医治呢？他说他有一次就发高烧，没办法退，去医生治疗，打针吃药也没有什么效果，感觉上都没有改变。回到家休息，找不出原因，但是越来越发烧，很严重。他不得已，因为全身在发抖，所以呢，他就他的太太就把他送到医院去，说不行，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他以为他很强壮很快就好了，就全身检查，一个个检查到底原因关在什么地方，到最后才查出说，他因为猎人吃了那个不干净
或是不新鲜的龟属肉，然后龟属肉那些细菌就感染到他的脑部，所以医生说要赶快开刀，不然的话生命危险。就真的开完刀他就躺在病床好几天就没办法醒过来，因为他平常每天都有早上起床之后就是为家人、为教会、为国家祷告的习惯，所以他有意识的时候他就想要做祷告，但是有一点意识的时候，他发现身体动不了，没办法下床祷告。就有一次呢，他在病床上就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声音，叫他的泰雅族的名字，马给，他说奇怪，这个谁在叫他呢？他以为在做梦，所以没有起来。但后来又听到有人在叫他的泰雅族的名字，在叫的声音，他就把眼睛打开，就看见耶稣在他对面，站在他对面，然后他慢慢觉得身体有知觉了，慢慢可以动了。这个长老他就这样见证说，他马上从床上下来，本身不能动哦，那竟然能够下来。然后呢，他就开始走路，而且感觉到他身边一直耶稣陪伴着他，然后慢慢就恢复他正常。他知道这个上帝在医治他，因为这样的属灵的经历，奇妙的医治，他从此以后他就说：“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完全的没有第二句话。”他选择了最简单，但是要持之以恒的时候，就为教会来做整理。他把教会整理干干净净，有些什么破的东西啦，有屋瓦坏掉的、水管坏掉，他都一个人包办。因为你知道，在山上有时候那个水管它不是我们自来水哦，它是要吊在那个铁缆还用水管从山上接水，有时候会被东西阻塞住了，或是破掉了这个吴长老就修好这样。说人看的故事觉得很感动，因为他平常不讲什么话，他就做事情。但是呢，每一次在敬拜上在唱诗歌的时候，他是最大声的。他唱诗歌他就非常的活跃，但是平常不讲什么话。感谢主，他这样子因为被神的爱所吸引，被神的医治改变了他，所以他就完全一生用清扫礼拜堂，而且是30年不变，这种爱，才让人家感到非常的感动感谢主。英国的神学家也是文学家，叫 C.S. Lewis， 有人把他是翻译成鲁易斯香港的翻译是鲁易斯。他的著作很多人喜欢但是他的亲笔我们知道《纳尼亚传奇》就是他写的，所以他也会写文学的书，还有一个科幻的小说，还会写神学的书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们越让上帝做主，就越能成为真正的自己。”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你完全的沉沦在上帝面前，你才能成为做自己。换句话说，上帝把你的本相，你的原本最美好的部分呈现出来。记得，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做的最好，自己的决定最好，其实有时候你把上帝给你的天分都掩盖住了，因为你可能有私心，你可能有软弱，你可能有骄傲，你可能有恐惧。那所以路易斯就这样提醒我们那降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信靠，信靠顺服，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降服最好的解释。我们看到很多圣经的一个见证，亚伯拉罕因为信靠，所以就从他的故乡移民到迦南地。哈拿因为对神的信靠，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玛利亚因为对上帝的信靠，他就接纳这个应许，那就成为耶稣的妈妈。约瑟也是这样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故事或是这些经历，我们发现说，这些门槛怎么突破呢？是你要多经历上帝的带领。特别牧师想到说，
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上这个丰盛生命的课程。我们听了陈牧师很多非常好的教导，但请记得，那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你要亲自去经历圣灵。圣灵让你觉得说它是活生生的，就在我身上显示了。那这个就像这位吴万利长老，他领受神的意思，同样的意思。越多的经历，你就越有自信，你就越笃定，你就会越清楚，越明白，你的服事就没有阻碍。所以呢，我们放手交给上帝工作，不是自己做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第二个，降服，我们也可以在人际关系上来宽容看出来。我们为什么会跟人家斤斤计较呢？为什么会跟人家冲突呢？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事情呢，好像搞得很乱七八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或是我们自己呢，不够降服在神里面。当我们放开一切的时候，发现说这个不是我所在意的，不是我所追求的，你就会发现跟人的关系就改善了。因为你不会跟他计较，你又不会觉得这个部分你要我也要在抢夺，所以降服就有这样人际关系的改变。当然，降服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在金钱上遇到的最大障碍，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圣经说，当你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哪里。可能是物质的引诱，钱财的一个压力。好，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做了一个降服的最高的榜样，因为他在上十字架前祷告说：“主啊，若是你的旨意，上父啊，你就按照你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我们听到一个真正降服者，他会这样说：“父啊，假如这个难题、痛苦、疾病和处境是为了我和其他人生命中成就你的目的跟荣耀，你就不要离开他。有时候你要负担这个责任，你会承担这个痛苦。”你会承担一些责难，有时候你是为了从上帝的荣耀，你会发现说你愿意承担。其实很多领袖不是他比别人技术好能力好或是他的才艺好有时候是因为他的人格，他愿意承担这些困境。昨天我看了一张影片，我就传给很多群组的同工，他讲到说，一直拍张大雪，很厚的雪的照片，有一群狼在越过那个原野，那前面那一只狼是领袖，因为前面的雪都没有被推开嘛，所以第一只狼它是领袖，它要把前面的雪或是很软的雪把它踏平，或是踏一个缺口，那个领导者是非常辛苦，好几倍比后面跟的人跟的狼还要付出心血。他就用这句话说：一只领袖的狼，他要负担多大的一个挑战跟能力，他才能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他有这种承担，其他的狼才要跟随他。我们知道在候鸟在飞的时候，那些飞燕，对不对？燕在第一只领头的燕是最花体力的，因为空气的这个阻力很强，它不要通过。当它冲过的时候，这个气流一来，后面的雁在飞就很轻松了。那有时候雁群它会轮流，谁当领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会承担，会侍奉承担，有时候不是因为那件事情会让你得到什么利益是因为你愿意让神的荣耀显现。所以说主啊，我愿意承担，就不用离开他。最后我们要跟一起分享说，降服带来的祝福。我们知道，从约书亚，他因为降服于神的领导，他就是得到了这个耶利哥城。我们去年曾经研读了约书亚记，约书亚因为完全的顺服，他就不再自作主张了，他就按照神的旨意，就造成来敬拜赞美，来做祷告，到最后整个耶利哥城就倒塌了。同样，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一样，因为她愿意臣服，就领受这个最大的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从这些经历去体验到，当我们进入到最核心的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神的连结，你不只是不会好像没有自由，而是反而是更平安、更自由。因为你把你整个本性、你的本质都完全的发挥出来。意思是说，
你最棒最强的部分被上帝所激发了，你能够经验上帝的大能，因为就完全臣服才领受得到。救世军的创办人叫布威廉啊，有人把它翻译成威廉布斯啊，威廉布斯的哈。他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的能力伟大与否，从他降服的态度可见一斑。刚刚已经提过了，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基督徒，他们成就让人感到非常这个惊讶的成就，完全都是因为他降服神。约翰卫斯理，他原来是一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但看见神的呼召，他出来带领整个复兴的运动，然后到美国到处去传福音。神在一个人的身上成就了多么大的事业，他自己能力有办法这样做吗？是因为他完全降服，神就借着他来做很多的工作。戴德生，我们知道中国一个伟大的宣教师，他因为他自己完全的摆上，穿了那个中国的那个衣服，就在内地，内地的意思就在山西啦、陕西啦，在内地里面传福音，然后他成就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他完全的摆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学习，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达到，知道了就做得到，不是。有时候是我们在这个周报里面的文字有点错误了。他说最好的生活方式，他说降服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一句反装句啊。他是说不是最好，是唯一。换句话说，降服是很好，但是不是最好，还有比较级啊，是唯一的方式。基督徒能够达到唯一的生活方式就是降服。第二个，降服不是感情上的冲动、情感上的冲动，而是理性聪明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一时热情，而是你清清楚楚得到神的呼召。第三，降服乃是降服在上帝的恩典跟智慧、爱跟智慧。换句话说，你被神的爱所吸引了，被神的恩典所吸引了。不是被神的医治所吸引的，被神的改变所吸引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好高骛远，说哇一切我都马上达到了，因为呢，要达到100%的降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是每个时刻一生之久的事，是时时在操练的。你是一直在操练它，一直在让它更精粹、更完美，一步一步在做。因为各位弟兄姐妹，刚刚我们提及到说活祭就是会高高低低起伏嘛，对不对？有时候是很热情，有时候又退缩了，有时候是很坚强，有时候又软弱了，对不对？活祭就是一种会有变化的。所以呢，有一句话说，活祭有可能你会离开祭坛啊。比如说我们一只牛宰了，就放在祭坛上，它不会跑掉，只怕有人把它剖掉而已。但是活祭会这样，你是活祭，但是不是一直保持平稳的状态，你要一天一天在神面前重新的一个告白，一个宣告，然后一个对神的一个呼召能够回应。那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影片很有意思，他说台湾人呢很喜欢吃活的东西下去煮，对不对哈？他就看到有人在吃火锅了，他就叫了一盘活的螃蟹，还在爬的螃蟹，哇，他们就觉得这直接把它放到锅里面煮，哇，这个很新鲜，对不对？很甜，台湾人觉得很自然的事。但在国外人家会吓死人，说这不可以活泼的东西把它丢到锅里面的。我记得在国外有一个同学，他去市场买了一袋的活的虾还有螃蟹。他就把水煮煮就丢进去，哇！那个厨房的那些同学吓死了，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这样？不过呢，台湾觉得这样子好像觉得是最新鲜的，对不对哈？然后这个影片就讲说，本来这一只螃蟹是要丢下去煮，但是还在活着，还在爬的时候，它本来要逃掉了，
没想到他爬错位置，爬到那个锅边就跌下去，跌下这个锅里面呢，不用放，就自己跌下去了。那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他自己要逃错位置。我们人有时候会逃，基督徒有时候会软弱，对不对？有诱惑啊，有困难你会退缩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在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跟神保持一个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生的日子在操练。最后我们要看到学员传道会，我们知道在各大学很多宣教师在传福音，是由这个白立德所创立的。这个白立德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当年轻的时候跟上帝立了一个约，写着说从今天开始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自己写了一个誓约书，然后在下面签了名。这是白立德在几年前才过世他所创办的一个福音运动，是在现代在整个世界的校园当中做了很大的改变。很多年轻人因为这样献身，而且他们是没有领薪水他们要自己去募款，在校园传福音。我们在高雄的时候，曾经帮助了好几位，他们就写信来说能够帮助我要传福音，我自己生活所需，是大家自愿为他奉献。后来就献身当全职的传道者。那我们更熟悉的是我们台南市的台南神学院巴克里牧师，他在16岁的时候就写下他的献身书，然后呢，在10年之后，他读完大学毕业了，他就献身来到台湾，来到我们台南开始侍奉，然后一直到他过世80几岁，在台南60年。当他结婚的时候呢，他还跟他的太太一起在这一张献身书，每一年的生日就签了他们的名字，一排一直下来，直到他过世。这张献身书呢，他有这一段话这样讲：说主啊，恳求你使用我，使我成为服侍你的器皿，愿成千成万被你拯救的百姓，以及那天上所有的灵，就是你赐给他们所服侍与福分的。愿将那永远赞美归于你给圣子还有圣灵阿们。这是他在1865年11月21号，他16岁生日所签下的。一生就这样子，愿意被神所使用。那这一章呢是他原件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封献身书，也知道那文字是什么，但是没有看到原稿。直到后来在几年前呢，我们台湾那位牧师呢，到英国打听到，原来这个献身书留在巴克里牧师一个侄孙，就是可能是四代的孙，因为他本身没有孩子，他的侄孙的身上。后来他们把它捐出来，在2年前就送回了台南神学院，当成镇院之宝。因为这个献身书激励了好多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勉励，降服不是简单的事，说就好，而是一生的功课。我们都能够过一个降服的人生，为荣耀上帝而活。因为降服成为唯一的生活方式，降服是理性聪明的行为，降服在上帝的恩典、爱跟智慧当中。愿大家都领受到这个降服的一个感动、一个爱、一个平安。